今日嚟咗安柏苑單位倒車，單位面積408尺，已經提前設計好裝修方案，一起睇下。個單位全屋間咗2間房，輕車原木風格。客廳用水紋玻璃門間一個細房，房間內做3尺床連衣櫃，仲有書台。玻璃門保留反客廳自然光。之後客廳進門做獅字櫃連雪櫃包圍櫃，廚房就做開放式，再做 L 型櫥櫃加吊櫃。之後廁所全包重做，再加一組洗手櫃鏡櫃。回到客廳，電視牆連主人房隱形門一體式設計。主人房就做全房地台連原木式大衣櫃，仲有個梳妝台。全屋係深色系原木風格，木條加燈條點綴，成個空間溫馨又高級。